條隊水蛇春咁長，究竟係排咩呢？原來係機場嘅行李詢問處，有香港航空乘客喺網上發問，聲稱乘搭 HX609班機由日本東京飛到香港，但因為香港航空更改機型，隱瞞實情起飛，而全體旅客一件行李都冇擺上同一架機，令大批乘客要喺行李詢問處大排長龍，等候查詢同登記資料。有乘客表示要排3個鐘頭查詢行李。另外，亦都有一名同機乘客喺小紅書批評懷疑航班超售，喺值機櫃台去到登機口，一直都有職員詢問乘客有冇人願意以600蚊港紙補償換下一班機。唔單止延誤登機嘅時間，落咗機拎行李嘅時候，先至知道成架飛機冇裝乘客嘅行李，仲要大排長龍等3個鐘頭登記，比着其他人都會敏陣。